名就叫黃艷仙啦。咁我信主其實都40幾年㗎啦，咁但係一直咧都好似好朦朧咁樣咯。咁直到咧教會咧開設呢一個門徒訓練嘅課程啦。咁喺讀嘅過程裏邊咧，我發覺神最大嘅提醒咧就係我哋唔應該成日都喺度等人餵養啦，係一個屬靈嘅 BB 啦。我聽到神嘅呼召咧，咁其實我哋可以透過學習啦，同埋實踐咧，慢慢成為一個屬靈嘅父母嘅。大家你哋好，我叫 Olive 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喺中學時代嘅時候咧已經信主耶穌噶啦。喺屬靈嘅生命嗰時咧，都覺得自己咧係原地踏步。咁所以咧就讀咗呢個課程之後咧，就發覺自己好似一個屬靈 BB 咁。讀咗呢個課程之後咧，就有個目標，就脫離呢一個屬靈 BB，要到一個青年，甚至要去到呢個嘅屬靈父母，跟住帶更多人信主，同埋咧牧養更多嘅弟兄姊妹喺神家裏面咧扎根成長。大家好，我叫做 Claudia， 我想分享咧，我學咗一個使命門徒證書課程1年制嘅，我最深刻嘅學習到3樣嘢，就第一咧就係靈修，我學識咗咧就係一定咧要每日咧係要扎根喺神嘅話語裏邊，咁咧佢同佢嘅關係親密關係啦，呢個咧係一個扎根嘅根基。第二咧，信耶穌咧唔單止咧係相信，更係一步一步咁跟住佢嘅腳蹤去行。第三咧就係成全，係為咗將所學習嘅傳承出去，與薪火相傳，由被帶領啦到慢慢學習去帶領去侍奉，呢個就係門徒嘅道路。喺中學嘅時候已經決志信主，一直有教會嘅生活，返崇拜、返團契、做服侍、傳福音，只覺得以為已經盡咗做基督徒嘅本分。直至到舊年參加咗使命門徒培訓證書課程，我先至真正認識到神嘅心意係我哋要學做主嘅門徒，所以我更加係要學做屬靈嘅父母，去栽培別人成為門徒。門訓唔係淨係牧師先可以做嘅工作，而係每一個願意委身基督、效法基督，應該要肩負起嘅使命。忠於使命，向着標杆直跑，努力探訪傳揚福音。我要每日跟住耶穌，耶穌做乜我就要做乜，可以讓人體驗到耶穌基督嘅愛，與人同行，與神同行。時常檢視自己嘅恩賜，忠心去服侍神。我立志從真理扎根，由一個屬靈小孩變為一個屬靈青年。努力傳揚福音，同弟兄姊妹一齊共同成長。有個學習啦，同埋實踐咧，慢慢成為一個屬靈嘅父母嘅。我要帶更多人信主，讓更多弟兄姊妹能夠喺神家裏面扎根成長。我要積極尋找並培育門徒，作主門徒，多結果子，榮耀父神。